有真侪演唱会门票一开始卖了后，就去互抢了，尾仔伫网络顶头就出现黄牛伫网络顶头黑白画价塔价转卖。消基会今仔日就呼吁政府就爱修改社会特殊维护法，只要有转卖趁钱意图，就爱甲因动罚。 历史演唱会票二买，搁常常出现黄牛、法官介绍转卖，真侪歌迷真受气。进前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，有人提案讲，基本表演的票券就爱采取徛名制，到达有万多人支持，不过要执行极受困难。不是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卖光，全面实施实名制会使得其他不需要逐一检视进场的人的身份的这些。 活动拖长时间，衍生了更高的这个成本。不过黄牛实在真抢赢，像最近要来台湾开唱的韩国人气女团，网络就票价1800块，搁加价卖。消基会14开记者会，就建议政府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的规定，甲原本转售道理的处罚，就爱是卖出去的运输、娱乐票券，改做只要意图转售盈利者就通掠。 希望杜绝黄牛黑白画价。从你的行为，我看得出来你的意图是要转售图利，这样就该罚。你挂券，其实基本上我会认为你就有意图了。好，就是这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当然，你如果主张你不是意图转售图利，那由你来举证。 消基会嘛指出，现行的法规处罚干那3天以下拘留，也是罚1,800块。对甲介绍炒到几十万的人来讲，根本免惊。因希望行政院、立法院拢通参考加重处罚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表示，文化部除了建议修文重罚，那民间提供社会法的修法版本嘛真欢迎，会当同齐进行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